我就问你一句，你选倒一边？陈宁拄仔拢已经甲我讲过。接。你确定？你看者，我传互你。啊，这咱之前不是已经签过啊？新的版本你敢有读过？法定配偶3等亲不得。哦，即马改到安尼哦，这样唔加哦。咱搁爱签无？嘛是爱签啊。啊，你有想过阿公无？阿公，你有看到后壁无？这嘛要杀掉吗？抬掉吗？好，抬掉。哦，到时清明我会甲阿公讲啦，我会甲伊回息你啦。准公若是叫人查到，你是要安怎？你是暗算甲阮家规家伙仔拢断绝关系？我甲你讲啦，我阿姐因甲因某哦，表面上是离婚啦，啊，毋过哦，因两个搁继续住做伙啦。你即马为着要演戏，啊，你竟然要甲我离婚啦？我自头到尾我拢无讲要离婚。阿文伊足大汉的，伊就要大毕业的，你哪可能袂记得我这个老爸啦？你这想啥啦？我甲你讲，你即马